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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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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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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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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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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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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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gonna happen. 大家好啊，我係基奧阿妹。啱啱呢個復活節假期，我同家姐去咗曼谷旅行。相隔1年去曼谷，又有好多新嘅景點可以去啦。真係每一次去都有新鮮感。曼谷真係去極都唔厭啊！今次我哋坐香港快運，連行李都冇買到。喺網上面做咗 online check in 之後，直接入咗去機場禁區。入到禁區梗係要黐住我家姐，等佢帶我去環亞機場貴賓室嗰度食嘢先啦。詳盡嘅環亞貴賓室嘅介紹可以睇返我之前嘅影片。今次我哋去嘅貴賓室喺60號閘口附近。呢個貴賓室有得睇住停機坪，望住個飛機景，真係幾 chill 㗎。相隔1年，同樣都係復活節咁樣出發去曼谷，又係1日大假都唔使拎。今次來回機票價錢大概2000蚊左右啦。不過今次呢班機因為天雨嘅關係 delay 完再 delay。呢日出發同樣係兒童節，所以快運都有啲特別嘅節目俾我哋玩下。喺等緊上飛機嘅時候，有啲宣傳人員話可以過去影即有，之後有埋小禮物送添。等上飛機咁無聊又有免費嘢拎，我哋梗係要八卦下啦。喺上年曼谷旅行片都有提及過，由上年5月開始，出發去曼谷旅行嘅旅客係需要出發前3日喺網上面預先整 TDAC。我留意到好多人話網上面有好多呃錢嘅連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用返官網登記，用官網係完全唔使錢㗎。官方嘅連結我會放喺影片資訊欄，大家有需要就 click 入去啦。最近睇到好多人話曼谷 BKK 機場入境要排幾個鐘頭隊。今次我同家姐好彩，用人手過關只係用咗5分鐘左右就出到去啦。所以落地之後真係要行快幾步啊！今次我哋連行李都唔使拎，出咗去入境大堂，直接落去地下 B1 嗰層，就可以坐到曼谷機場快線出市區啦。出市區今次就冇揀到 call 車。一嚟我哋唔使拉住啲行李啦，坐機場快線都好方便。二嚟根據以前嘅經驗，喺網上平台 book 咗車之後，喺機場都要等差唔多10幾至30分鐘先可以成功上到車㗎。所以今次一於試下坐機場快線出去。機場快線購票嘅方法都有幾種，我同家姐就用咗最快嘅方法啦，就係用 debit 卡直接拍卡入閘。呢架機場快線沿路會經過可以轉乘 MRT 地鐵站嘅大站，而尾站就係可以轉乘 BTS 嘅 PR Thai 站。由 BKK 機場坐到去尾站大概35分鐘左右。出閘嗰陣攞返張 debit 卡出嚟，拍卡就可以出去㗎啦。出到去市區大概夜晚7點左右。家姐就話我哋食咗晚飯先過去酒店嗰度 check in。今次揀嘅酒店喺切龍站。而呢晚食嘅晚餐同樣都喺呢個站。呢間餐廳好近我哋嗰間酒店，喺 BTS 站4號出口，大概行2分鐘左右就去到一棟紅色外牆嘅商場。入到去2樓揾我哋今次食嘅尚味泰餐館。呢間餐廳主打係食海鮮嘅，網上面話佢係開咗50年嘅老店。自從上年食過建興酒家之後，就對曼谷嘅咖喱蟹念念不忘嘅我哋。今次一於試下另一間同樣以咖喱蟹做招牌菜嘅餐廳啦。食完呢間咖喱蟹，終於明白點解上年我食建興酒家嗰條片會有人話建興一啲都唔好食啦。尚味泰嘅咖喱蟹，每粒蟹肉都比建興嘅鮮甜，咖喱嘅味道都幾惹味，調味比較偏向大人向。另外我哋仲嗌咗個豬頸肉炒糯米飯。豬頸肉切到細細粒，再拎去炸，所以都幾香口。糯米飯落咗一啲泰式輕微酸辣嘅醬汁嚟炒，味道唔會淡茂茂。兩間連鎖海鮮酒家嘅咖喱蟹都真係有幾大分別。
下次嚟曼谷一於試下其他鋪頭。食完晚餐本身打算去酒店 check in， 但行去酒店嘅時候，沿路經過呢間酒吧餐廳，見到裏邊播緊家姐嘅愛隊曼城現場轉播嘅比賽，我哋就入咗去飲杯嘢先啦。呢場波真係好精彩啊！我哋坐低咗冇10秒，凳都未坐暖，曼城就入咗1球啦。到我哋走嗰陣，竟然入咗4球。雖然呢間餐廳飲嘅嘢係香港嘅價錢，但家姐都覺得請得我好開心。離開酒吧餐廳過咗去對面，再行前少少就係我哋今次入住嘅酒店啦。除咗有我頭先有去過嗰2間餐廳之外，沿路仲會經過一間好靚嘅 Starbucks， 附近又有幾間按摩店，另外嘅餐廳都唔少㗎。71都會經過2間嘅規模仲要都幾大添，其中一間直情喺正酒店樓下㗎。呢間就係 Sintong Midtown Hotel。我買完機票之後就好快決定住呢間酒店啦。早訂嘅關係，復活節入住嘅價錢都唔算貴得太離譜，2個人大概850蚊港紙一晚，仲包咗每一日嘅自助早餐。入到房第一時間又係嚟個 room tour 先，第一下嘅感覺就覺得呢間房真係好大啊！首先見到一部智能電視，但唔知點解撳極都撳唔到個 YouTube 出嚟睇。然後嚟到小偏廳，有張坐得幾舒服嘅 sofa， 隔離有部空氣清新機，所以呢間房基本上都冇乜塵㗎。成間房嘅插頭都係萬能插，完全唔需要轉換插都可以插到香港嘅3腳頭，又有啲 USB 位添。床褥都好夠承托力，每晚瞓得都好舒服。最驚喜嘅係連枕頭都有好幾款選擇，所以好醒瞓嘅家姐呢幾晚都瞓得好好啊。床嘅對面有張書台，呢張書台都算大張，行過啲就會見到有個盒，裏邊裝住咗啲茶包同埋掛耳咖啡，每晚執房都會 refill 㗎。另外房間仲有6支水供應。嚟到泰國旅行，每一次都要喺71抬啲水返酒店，住呢間酒店就唔使咁做啦。下邊仲有一個裝滿晒收費嘢飲嘅雪櫃仔添，隔離個衣櫃裏邊嘅衣架都有好多個，又有2套浴袍，同埋2對都算厚嘅即棄拖鞋。沖涼嘅位置係企缸嚟嘅，基本上洗刷用品都有齊晒，就連 body lotion 都有埋。風筒都算有力，所以完全收貨啊！第2朝落去食早餐，呢間餐廳都幾大㗎，座位嘅位置都分咗3個區域。坐低咗，我哋就睇下張點心紙先啦。呢啲嘢食全部都係任食㗎，其中一張紙係整各種各樣嘅雞蛋料理，可以剔返自己想要嘅奄列口味。所以呢份奄列每一啖味道同口感都好豐富㗎。另外呢個係酒店招牌嘅奄列，味道辣辣地，好有泰國風味。Egg Benedict 個樣都好啱打卡。另一張紙可以 order 一啲泰菜，泰式咖喱每一日都唔同，其中一日有紅咖喱，另外一日有青咖喱，2款咖喱味道都唔錯嘅。另外仲有我好中意食嘅泰式炒金邊粉，味道就偏酸甜。呢個香蕉焦糖多士都幾好食，見到好多台都有 order 呢份多士啊。飲品方面，其實坐低咗之後，店員就會問我哋想飲咩茶或者咖啡，茶包都有3-4款選擇，咖啡又有6款選擇，可以喺店員嗰度 order 之外，仲可以自己出去斟嘅。最得意嘅係呢度連泰奶都有得飲啊，奶味就比較重啦，都係出街買嘅好飲啲。但如果呢啲都唔啱飲嘅話，出邊都仲有幾款果汁可以斟㗎。果汁嘅隔離有個雪櫃放咗好多款唔同嘅芝士，
過少少有一個位置係放窩夫、pancake 同埋法式吐司，要睺住積完熱辣辣放出嚟先好夾啊！攤凍咗就冇咁好食噶啦。另外出邊夾嘅嘢食仲有好多唔同國家嘅料理，選擇真係超級多。雖然味道唔算太過出色，但絕對應付到唔同國家嘅旅客嘅口味啊！食完呢個自助早餐真係幾個鐘頭都唔使再食嘢。食完3日之後，自助區嗰度我就比較推介食番茄焗芝士啦。番茄都幾新鮮，爆晒啲汁㗎。中式方面連豆漿啊、粥、泡飯嗰啲都有，仲有各款各樣唔同嘅配料可以加落去。蒸點心方面有2款包點，連燒賣都有2款可以夾。我就覺得2款燒賣都可以食下嘅。出邊自助區域最好食嘅呢就係粉麵檔啦，而每一日嘅餸菜基本上都有啲唔同㗎。湯底都有3款選擇，推介食泰式5香湯底，味道有輕微嘅藥材香，落埋啲魚露同炸蒜一齊食，真係幾好味。麵包區域第1日我都有拎到少少，但味道就麻麻地好食啦，所以可以 skip 咗佢，直接剔點心紙裏邊啲嘢食或者食粉麵檔啲嘢食就得㗎啦。水果方面每一日都有好多盤可以夾，呢個位都好受歡迎㗎。沙律區域同樣有好多款都可以揀，其中一日啲粟米仲要睇得出佢係成條切出嚟，唔係罐頭嚟㗎。總結呢間酒店嘅自助早餐真係好豐富，房價包埋有得食呢個早餐真係性價比好高啊！睇佢咁多嘢食真係唔似食早餐，講俾人聽話係午餐都有人信，而且佢供應時間去到11點，瞓晏啲再落去食個 brunch 都完全冇問題啊！餐廳門口有個紅色嘅電話，拎起之後有職員接聽，好快就有職員拎住盤雪條出嚟，到時就可以拎一支。酒店有呢個位可以同住客有啲互動，都幾有心思。食完早餐去參觀下呢間酒店嘅設施先。上咗19樓睇下呢間24小時開放嘅健身室，裏邊連瑜伽球、瑜伽墊都有提供到，仲有一部水機喺度添啊！喺呢度就可以望落去下邊18樓露天泳池，好多人喺下邊曬緊太陽啊！泳池嘅開放時間就係朝頭早6點半去到夜晚10點半嘅。影片跳返去第1晚夜晚嘅行程，喺酒店影咗一輪之後，就打算去朱拉隆功夜市嗰邊行下啦。我都係第一次用呢個電動嘟嘟車 App Call 嘟嘟車啊，用落都好方便喎。登記做咗會員之後，喺入邊撳我的錢包嗰度增值，支付方式揀返 QR Code， 單咗個 QR Code 落嚟之後，就可以用 PhonePay 俾錢。我試過用中銀手機銀行或者 BOC Pay 都可以成功過到數。網上面其他教學話八達通 App 都可以過到數嘅。增值咗之後就可以 call 車啦。呢晚我哋去朱拉隆功夜市附近，大概坐咗25分鐘左右，車費係84匹。上咗車之後掃返車上面個 QR Code， 司機先會開車嘅。電動嘟嘟車上面有安全帶可以扣，所以感覺都好安全㗎。夜晚坐嘟嘟車真係好爽啊！時速140咁樣喺曼谷街頭遊走，用呢個 App Call 車就唔怕俾嘟嘟車司機亂咁開價啦。用 App Call 車點對點咁樣接送，坐緊車嘅時候同時可以望住司機車緊我哋去邊度，都幾有安全感㗎。有一樣要注意嘅係，呢架電動嘟嘟車目前唔係全曼谷都可以自由咁行走，而係有明確嘅限制區域，都係集中喺啲觀光嘅景點。嚟朱拉隆功夜市，我都推介坐呢架電動嘟嘟車。呢個夜市唔算太近 BTS 站，坐呢架車就可以慳返唔少腳骨力，直接可以去到想去嘅鋪頭啦。
而且沿路睇到朱拉隆功呢個區燈火通明，都幾有泰國嘅特色㗎。坐住車咁樣睇呢個觀光景點都唔錯嘅。喺呢個夜市，我哋唯一食咗嘅嘢就係呢個爆漿麵包啦，所以我哋就揀咗喺呢度落車。其實麵包就係普普通通嘅餐包，但佢係用炭火燒過嘅，裏邊嘅餡料又有好多款選擇。我哋就買咗一個 Nutella 口味，裏邊啲朱古力暖暖地。另外一款買咗班蘭口味，裏邊嘅班蘭醬係凍嘅，味道唔算太甜。兩款嚟講，比較推介買班蘭口味多啲。呢兩個包都好符合店鋪嘅名，每一啖咬佢啲漿真係多到瀉啊！一場嚟到呢度，梗係要同地標牛奶小子影個相打個卡先啦。但影完相之後都好快步離開啦，因為呢個路口真係有好多人喺度啊。向前行有一個夜市可以睇下，呢個夜市主要係買啲二手復古衫嘅。雖然冇喺呢度買到嘢，但入嚟感受下氣氛都唔錯。呢度有一間鋪頭擺滿晒黑膠碟，店員仲好似化身 DJ 咁喺度播歌添。夜市都有唔少打卡位，係行一啲最近好興嘅 Y2K 風格。行完呢一 part 再行去另外一邊，有好多賣嘢食嘅攤檔，又係氣氛超級好嘅一個區域。喺呢度買咗一個遊客區遊客價嘅芒果糯米飯返酒店食，味道都唔差嘅。疫情之後都嚟過幾次曼谷，呢幾年新興嘅朱拉隆功夜市我都係第一次嚟，去一次感受下氣氛都唔錯㗎，真係可以感受到曼谷夜晚仲係好有活力。第二朝食完早餐，我哋 call Grab 去咗 Icon Siam， 帶家姐去影室內嘅泰服相。去返2年前我同朋友去嗰間 studio 嗰度影，家姐影完之後都表示滿意嘅。曼谷有好多嘢都加咗價，但估唔到呢間影泰服嘅鋪頭2年後都冇加到價喎。同樣都係599蚊全包，詳情可以睇返我之前嗰條影片，有詳盡嘅介紹。喺呢度利申一下，真係冇收到廣告錢㗎，2次都真金白銀喺呢度影相。因為我哋都好怕熱，室外嘅活動就唔係太啱我哋啦。鄭王廟影泰服的確係好靚，但天氣真係太熱啦，所以我呢個偽導遊2次都冇選擇去嗰度影相。着住泰服喺嗰度玩咗一段時間，再拎埋張 A4 size 嘅相之後，就去咗呢個商場嘅7樓，參觀下全球最大嘅 Pop Mart 旗艦店。入到去就俾好多 Labubu、Money、Cry Baby 圍住咗，5顏6色嘅公仔真係好繽紛，都明白佢哋點解會咁紅嘅。一場嚟到呢層，記得要出埋去室外嘅位置，嗰度有一隻着住泰服騎住大象嘅 Money 可以同佢打卡啊，旁邊仲有河景可以睇添。下一站食少少嘢先，打算食呢1年都冇食過嘅 Apta U。本身 Icon Siam 都有分店，但我見到有好多人排緊隊，所以就 call Grab 去咗下一個景點附近食啦。去到呢間分店完全唔使排隊，我哋就叫咗每次必嗌嘅蜜糖吐司，仲加錢要咗啲芒果添。泰國芒果季節嘅芒果真係特別甜啊！另外仲叫咗一個 baby size 嘅芒果糯米飯刨冰，啲刨冰依然咁綿密。香港嘅 Apta U 全線結業真係好可惜啊！天氣開始熱，都越嚟越掛住呢個刨冰。呢條片嘅最後，分享埋就算我冇買寄艙行李，都依然繼續買返香港嘅嘢。首先係蜈蚣丸止咳系列，呢支止咳噴霧真係好有用啊！想咳嗰陣就噴下個喉嚨，真係好舒服㗎。之前買過幾次，所以今次都繼續買。當然唔少得買埋蜈蚣止咳丸啦，都掃咗幾盒，同樣都真係好有用。除咗原味之外，仲有梅味，喺71仲見到香茅味添啊！泰國呢啲細細包嘅護膚品帶去旅行真係好方便。今次就揀咗泰國碎粉品牌嘅產品嚟試下。呢隻綠色嘅面霜用落好清爽，
喺曼谷旅行嗰幾日用佢都唔會好笠，用完塊面仲好滑添啊！見呢個面霜咁好用，所以就買埋同系列嘅精華液啦。喺屈臣氏嗰度試過，佢吸收得好快㗎。重點我呢兩樣嘢用完都唔會過敏。網上面仲有介紹呢個藍色嘅面霜，我同樣喺屈臣氏嗰度試過，就覺得佢比較滋潤啦。我都買咗2包返香港，打算遲啲冬天同乾燥嘅日子去旅行嘅時候就可以用佢。另外泰國都有好多搽暗瘡嘅用品，今次買咗呢包除痘啫喱，之前都買過，都幾好用㗎。唔係好大粒嘅暗瘡，搽2日都會好返晒。煮飯用嘅嘢，繼續都有買呢包滷水料理包。呢包嘢真係每一次都要掃返幾包返香港啊！特別鍾意用佢嚟整滷水雞翼。另外買咗呢包5香滷水包，見到佢寫到明可以用到12次，所以就買咗2包返嚟試下佢先啦。我對呢個牌子都幾有信心，因為之前有買過其他嘢都唔錯嘅。另外呢個船麵湯底，我就完全食唔到啦，因為都幾辣㗎。但屋企人食完之後就覺得好好味喎，仲吩咐咗下次去曼谷都要掃返多啲返嚟香港啊！鍾意食辣嘅船麵湯底嘅朋友都可以去碧斯買嚟試下，因為香港 HKTV Mall 賣到成20蚊港紙一包㗎，喺泰國碧斯只係20匹一包。同一個牌子買咗冬陰功同埋青咖喱嘅料理包，暫時仲未開始煮，所以就唔知味道如何啦。但呢個牌子嘅料理包，每包都有個 QR code， 嘟咗佢之後，裏邊就係 YouTube 嘅連結，係可以教你點樣煮嗰啲菜式嘅，所以真係幾方便㗎。零食方面，今次喺碧斯廝殺完一輪，淨係買咗2包呢隻紫菜，返到嚟香港有啲後悔，淨係買咗2包咁少啊！因為真係越食越上癮，下次又係一定要掃多幾包返嚟啊！另外呢隻利時嘅紫菜薯片都好好食，係波浪薯片嚟㗎，每塊薯片都沾滿咗好多紫菜碎，而且裏邊真係有啲捲捲脆嘅紫菜添，又係下一次一定要買多幾包嘅嘢啊！下一集會帶大家去曼谷最新開嘅 Central Park 商場。嚟到曼谷梗係每一日都要按摩啦，下集會一口氣介紹3間按摩嘅鋪頭，仲會帶大家去一間50樓高空餐廳，食價錢唔算太貴嘅泰菜。另外帶大家去飲曼谷最 hit 嘅藝記咖啡，食埋依家曼谷最出名嘅卓金海南雞飯，仲會玩埋室內卡丁車添啊！好啦，呢條片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條曼谷旅行片再見啦〜